后来，这个台北网界阿公店爆发到菌株的感染，就惊有外籍的上班的小姐以看护的名义，登去中南部，把这个病毒搁拖登去中南部，所以紧急来通知到65间地区的负责人，要来调查工作人员的名单，要求这个店家必须要通知这个员工来做快筛。另外，嘛专门来清查伫个茶艺馆上班的80个外籍人士。当地里长是真感谢大家努力，不过即摆上界烦恼的是，有搁较侪非法私底下来接人客外籍人士甲外籍配偶，恐惊会将做防疫的破空。网家阿公店爆出群组感染，互疫情继续扩大。烦恼有外籍小姐以看护的名义登去中南部，造成疫情扩散。网界警方开始调查，伫网家广州街、三水街有65间地点啊，无前通知22间的负责人，要求员工小姐进行快筛。2021年警方临检的记录当中，清查伫茶艺馆上班的外籍人士有80个人，其中15个人已经进行快筛，可肯去快筛的有34个人，登去中国有2个人，隔离当中有1个人，签证过期伫6月中要求离境的嘛有1个人，目前也有27个人继续来找。不过伫名册当中找有的也算放心。在地里长讲，上烦恼的就是非法接客的外籍人士，甚至于这一些路配啊，都不在这一些茶艺馆工上班，他们自行在社区的大楼租个套房做社群的事业。当地社会问题恐惊变做即摆防疫的破空。即马嘛，刚才在呼吁，若是烦恼，就赶紧来进行体检。毕竟新冠病毒才是共同的敌人，民众之间互相斗相共监督，才会当有效来防治疫情。